来乡亲啊，若即摆的这个规定，较真正只要做7天的居家隔离了后，唔免过来采检，就会当直接解除隔离。也毋过有较真的网友讲，伊隔离到期，但是看太做3解，也是2条线阳性。伊讲伊也是唔敢来出门。其实这种的出门无要紧哦，因为指挥中心之前有讲过，讲经过7天的居家照护，或者是隔离治疗了后，若中复验出是阳性，这拢是算共一个感染。讲像安尼，验伊阴、验伊阳的状况，可能会达到3个月以上。这段时间维持一定的防疫措施就好。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何美香讲。脑注预防下，再加上较紧畏着病毒，这就是综合的免疫力。讲这种的免疫的效果特别好，抗体嘛特别悬，讲这是上好的免疫。家己做快筛来了解身体状况，确定敢会当出门，敢袂出门，这应该是袂少人的日常。PTT 有网友讲，家己是较真正已经居家隔离，特别满7天。虽然现行的制度免采检，就会当解除隔离。想袂到伊要是家己做快筛，结果3摆拢出2条线，互伊唔敢出门。下骹的网友嘛留话讲，敢要出门，看你的良心，建议上好是卖。疫情来讲，目前还是在上升的阶段。罗伊坤爸讲，较真正经过7天的居家照护或者是隔离治疗，就算是完成。7天到3个月内，若是个验出阳性，就算是共一个感染，阴阳的状况可能维持3个月以上。嘛建议民众若是7天后有完是阳性，会使加注意，和大做伙尽量维持一定的防疫措施。有一种免疫力叫做综合免疫力，综合免疫力就是疫苗施打，再加上感染。另外，中研院研究员何美香认为，奥密克戎的病毒挡袂掉，安尼综合免疫力就是上好的免疫。就是一个人注疫苗了后，佮加上感染了后，免疫效果会特别好，抗体嘛会特别悬。不过，伊嘛强调无鼓励民众去感染，只是要甲大家讲，甲疫苗做好，互家己维持健康度，唔免伤烦恼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